請起立，請起立。依賴家寶牧師任命名就升出禮堂，請。各位親友、各位主內嘅弟兄姊妹，今日我哋一同懷着不捨得嘅心情嚟到送別鄺龍星弟兄。但係我哋為佢獻上感恩，因為佢喺生命嘅裏面揾到真係嗰位愛佢嘅主、愛佢嘅神。請聽我讀出耶穌喺聖經裏邊對我哋每一個信靠佢嘅人嘅應許。喺約翰福音11章25至到26節。耶穌佢咁樣講：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呢一個係耶穌基督對每一個信靠佢嘅人嘅應許。佢話復活同埋生命都喺佢嘅當中。我哋每一個信靠佢嘅人，雖然我哋都會經歷死亡，但係信靠佢嘅人必然復活。願我哋都能夠喺當中揾到呢一個嘅盼望。讓我哋一同去唱一首嘅詩歌《奇異恩典》。但係我哋相信我哋嘅主，我哋嘅神都同我哋一齊去經過。今日鄺龍星弟兄佢已經失去咗地上面一切嘅勞苦受煩，已經喺天家同我哋嘅主同愛佢嘅神同在。我哋為佢有呢份嘅恩典，我哋去感謝，我哋去讚美主。接住落嚟，我哋有祈禱，我哋請朱潔雲姑娘。
口。滿有憐憫同埋慈愛嘅主，今日我哋一同嚟到送別破亡星弟兄。主啊，你知道我哋心裏邊嘅感受，我哋有不捨，我哋有難過，我哋願神你自己親自去安慰我哋各人，特別係破亡星弟兄嘅家人。主啊，我哋相信破弟兄已經喺你嘅懷裏邊得享安息。地上面嘅一切愁煩、身體嘅病患、世上嘅勞苦，已經唔再纏繞住佢。我哋去到感謝你，神啊，因為你應許一切你相信你嘅人，他日定必能夠喺天家去再聚。主啊，求你將呢份嘅盼望喺我哋心裏邊。主，我哋又求你用你自己嘅話語去安慰我哋。賜我哋各人有力量，我哋嘅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字祈求。各位請坐。跟住咧有讀經，我哋請賴寶儀執事我哋去讀經。跟住落嚟係有幾節嘅經文。喺約翰福音10章10節，盜賊來，無非是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第二節，約翰福音14章6節，耶穌對他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喺創世記2章7節，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命之氣吹進他的鼻孔，這人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希伯來書9章27節，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跟住落嚟係好熟悉嘅一節嘅係約翰福音3章16節。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最後一節喺羅馬書10章9至10節，你若口裏宣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人中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裏信就可以稱義，口裏宣認就可以得救。願神嘅話語、神嘅應許能夠安慰在座嘅各人。神嘅話語係確實嘅，佢係愛我哋嘅主，愛我哋嘅神。喺以賽亞書55章6節，佢都咁樣講：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在他接近的時候求告他。相信呢，我哋願意去尋找嘅時候，必然能夠尋見呢一位愛我哋嘅主，愛我哋嘅神。跟住呢，有獻唱嘅時間，獻唱呢係一首耶和華是我的牧者，係我哋好熟悉嘅詩篇23篇嘅經文。家人呢特別揀咗呢一首嘅詩歌，讓我哋一齊去請獻詩小組為我哋去獻唱。我
一首好優美嘅詩歌，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呢一篇嘅詩篇23篇唱咗出嚟。耶和華就係嗰位愛我哋嘅牧者，佢好愛我哋，帶領我哋咧可以走過死蔭幽谷。呢一首嘅詩篇咧，我都知道咧，鄺太去揀呢首詩篇嘅時候咧，因為鄺生係好熟呢一首嘅詩篇。我哋有一次去探佢嘅時候咧，我哋同佢分享嘅時候，鄺太就話佢好熟㗎啦呢一首嘅詩篇。所以咧，我相信咧，神都係真係咧與鄺生同在，佢能夠咧真係一生一世都住喺耶和華嘅殿中，直到永遠。接住落嚟有家人咧去分享鄺星弟兄嘅生平，我哋會有佢嘅兒子啦、家徒啦去到分享。當兒子家徒分享完之後咧，會有何偉權牧師分享衛冕嘅信息。我先請家徒。我嘅家人，我嘅親戚，我嘅朋友，我哋主內嘅弟兄姊妹，亦都有我妹妹嘅教會嘅弟兄姊妹，多謝各位今日嘅參與。唔知大家認識我爸爸鄺良星先生、鄺良星弟兄幾耐？咁但係咧，我都希望藉呢段時間咧，我分享我爸爸嘅故事。呢個係由我媽媽書寫關於我爸爸嘅故事，希望咧都可以讓大家認識我爸爸之餘，亦都可以感謝神俾佢一個豐足恩典嘅生命。我爸爸成長喺一個艱苦嘅歲月，嗰個年代咧能夠溫飽度日。其實咧都唔係必然嘅。喺台山嘅家族咧，大家可能都聽過，即係金山阿伯，咁所以咧即係都知道係台山人啦，就好中意去美國謀生。其實除咗美國，亦都去澳洲好多地方。所以喺我嘅眼中咧，都覺得呢個鄺家咧，上一代都係散晒。咁點都好啦，即係神嘅恩典都豐足，咁所以咧讓到我嘅嫲嫲咧都生咗9個嘅仔女。咁我爸爸咧，即係鄺良星咧，都有2個嘅弟弟。其中一位咧就係、最細嘅弟弟啦，就係、鄺女星啦，就係、我叔叔今日都喺美國翻嚟。咁咧就至少咧都陪住佢嘅祖母啦，即係我嘅太嫲、太公咧，就喺洪水橋嘅一啲木屋嘅去生活。咁2兄弟嘅感情咧都係好深厚嘅。咁因此咧，佢哋對我嘅太嫲同埋即係太公啦，都係即係好有孝敬嘅心態。咁亦都咧，即係有時會覺得咧，好似仲比佢嘅父母更加之親。咁佢慢慢嘅成長，亦都咧對
電器嘅工程咧十分之有興趣。青少年嘅時候入職咗咧中華嘅電力公司，咁從學徒咧升到去技工，入職咧同埋工作嘅時間咧都相對穩定。為咗提升英語嘅能力，晚間咧入讀即係呢個叫英專夜校，同時咧亦都希望喺同學之中咧去能夠物色咧呢個結婚對象，咁所以咧最終就識咗我媽媽啦。咁亦都有我啦，咁所以咧即係讀書去識女仔都唔係好差嘅一件事啊。咁識唔識英文就唔知啦。咁但係最初咧佢都係希望咧識英文咧，即係就可以升到職啦，可以有更好嘅前景。咁點都好啦，即係英文就未必學到啦，但係就有一個終身嘅伴侶，咁就結果咧就孕育咗即係下一代。咁亦都即係佢認為自己英文能力唔好，咁所以聽聞咧即係改名可以即係幫助自己英文會好啲啦。咁因為當時都好多即係可能迷信又好，會覺得咁嘅思想能夠幫助佢，咁所以咧就改個名咧就係叫合文啦，即係好適合讀書、好適合語文嘅。咁喺我眼中咧，佢覺得電燈公司嘅工作咧係好好嘅，因為即係好舒服嘅。咁但係都唔知開心定唔開心啦，都係開心嘅。咁就因為有咗我，咁所以覺得咧電燈公司嘅工作咧就唔夠高，咁所以咧就辭咗職，所以就變咗咧去揸巴士啦，去九巴嗰度揸巴士。咁對於佢嚟講咧，即係做電燈公司係開心嘅工作，咁做巴士司機咧係一個好辛苦嘅工作。咁但係好辛苦都好咧，都做咗晒幾年啦。咁所以咧又話扭軚啊，即係腰酸膊痛啊，又話冇得去廁所啊，又趕住開車啊等等。咁所以大家咧將來即係搭巴士都要存住一個敬意啦，唔好諗住咧巴士司機好容易做。因為我想當年我爸爸以為揸巴士咧係都幾好喎，即係又中意揸車咁樣嗰啲成為佢，結果就唔係嘅，佢覺得。咁點都好啦，呢個巴士司機咧就因為識水電啦，咁所以咧喺屋企嘅好多嘢咧佢都即係去做維修，咁樣樣都摸索，樣樣都搞得掂。咁所以咧，即係喺我媽媽嘅眼中，喺我哋嘅眼中咧，佢係一位刻苦耐勞、有責任心、愛妻子、愛兒女，亦都咧好慳儉、好顧家嘅爸爸。咁我媽媽即係都時常都會稱佢啦嚇，我爸爸呢樣嘢，咁亦都咧我爸爸同我媽媽都希望仔女能夠好好嘅學習啊。咁咧直至到去結婚同埋退休之後咧，其實我媽媽引述翻咧係冇一次咧辭俾過家用嘅。咁都或許都叫不負所望啦。3個仔女，包括我咧，都喺我媽媽或者喺我爸爸眼中都叫生性努力，完成咗大學學位。點都好，我哋都以父親為榮。縱然佢未必係一個好高學歷嘅人，我哋都好尊重巴士司機。能夠供養3位子女上大學，相信都係唔容易。當然啦，好感謝神。上年嘅時候，我爸爸願意接受基督，亦都陪伴我哋度過一個雖然幾困難，但係亦都係一家團聚好開心嘅日子，都仲有機會一齊飲茶。只不過呢個時間都唔係好長，去到大概3-4個禮拜之前，就係佢病危嘅嗰10日。我亦都感謝神，讓到我哋無論係仔女啦、媳婦啦、孫仔孫女啦等等咧，都能夠嚟到香港陪伴我爸爸走最後一段路。親自去多謝佢，亦都俾佢見下，同我哋去傾偈，
講下當年嘅一啲感受。點都好，喺佢最後離開之前，佢或許都感受到神對佢嘅愛、家人對佢嘅愛、妻子對佢嘅愛，所以呢，佢臨離開之前一兩日都同我媽媽同我嘅妹講出心底嘅説話，就係話我好開心，因為有你哋陪伴，因為有主陪伴。所以我哋深信，縱然今日嘅喪禮似乎係有點傷心，但係我哋感恩嘅就係佢應該對今生無憾。我哋感謝神，我哋一家憑着信心，知道我哋將來喺天家必定相遇。感謝主，阿門。我哋有請牧師。今日咧喺呢度喺鄺先生嘅安息禮拜裏邊去分享慰勉，都係應家人嗰個嘅安排啦。當然能夠見證住鄺先生嘅信仰嗰個轉變，能夠同佢嘅家人同行，都係一件感恩嘅事情。好坦白講，當初認識鄺先生嘅時候咧，都覺得鄺先生對信仰都係比較抗拒，甚至我都覺得可能都唔容易歸信耶穌。點解有咁樣嘅講法咧？咁因為佢喺醫院都接觸咗好多院牧。因為我哋都經常去到醫院，咁所以都熟悉啲院牧。當院牧知道鄺先生信咗主之後咧，佢哋都覺得呢一定係一件近乎係神蹟嘅事情，一定係神去改變佢啦。認識鄺先生幾時開始咧？我估可能就係家徒結婚嘅時候咧，應該其實好少接觸教會嘅鄺先生。不過咧，我有好幾次咧，就喺教會嘅門即係周圍咧，又唔係教會門口啊，教會嘅側邊見到鄺先生去行嚟行去啦咁。我估佢係等見家頭話，可能佢掛住個仔，掛住媽係嘛？即係係啦，咁掛住啲孫，卒之佢又唔入嚟，但係就會喺附近即係徘徊啦咁。直接去接觸鄺先生係幾時咧？咁可能都係喺醫院去探望佢嘅時候。當初去探望佢，可能喺醫院見得太多啲院牧啦，或者傳道人，佢都係冇乜理睬啊，咁甚至都冇乜精神呢一方面可能總之呢個係最初嘅時候嗰種嘅接觸嘅感覺啦咁。不過都有繼續去探佢嘅。咁慢慢就有改變啦。咁有時都會同你即係傾咗幾句啦咁。我記得去到後期嘅時候咧，咁有一次我同師母去探佢，其實我哋已經探咗佢差唔多半個鐘頭㗎啦咁。咁通常我哋逗留喺醫院都唔會太耐嘅。咁我哋想同佢告辭嘅時候，佢話：你好講咩？嗰時有張凳，你可唔可以坐耐啲，即係同佢傾下偈？咁佢仲俾我去餵佢食嘢咁。咁我諗喺嗰個過程嘅裏邊咧，其實我係睇到上帝喺
講先生嘅身上去改變咗佢，亦都對福音有唔同嗰個嘅即係睇法。嗱，今日咧，我引用咗約翰福音11章25到26，係剛才主席同我哋讀嘅兩節嘅經文。喺呢兩節嘅經文，經文有話，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嘅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嘅，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其實呢兩節嘅經文係耶穌喺佢嘅朋友拉撒路死咗之後，對馬大所說嘅一句説話。場景就近乎今日呢個場景，因為佢嘅朋友即係死咗啦。事實上，呢兩節嘅經文喺基督教嘅信仰裏邊，可以話係一個信仰嘅核心。頭先嗰經文佢直接咁話，耶穌話：我就係那復活，就是那生命。信我嘅人，即使是死了，也必活過來。短短嘅兩節嘅經文，其實佢蘊含咗至少4個人生好重要嘅問題，或者話一個信仰好重要嘅問題。第一個問題係生命嘅問題，第二個問題係復活嘅問題，第三個問題係一個死亡嘅問題，第四個係一個信嘅問題，或者一個信仰嘅問題。生命係乜嘢？同生命好相近嘅生活咧，或者話活着咧。首先我哋講生活，乜嘢叫做生活啊？我哋今日最簡單嘅就係我哋努力工作賺錢養家活兒。嗱，正如頭先我哋睇到鄺先生嗰個生活，佢就係咁樣啦，努力工作，然後賺咗錢養家活兒啦。再進一步生活講享受啦。咁我哋辛苦揾嚟自在食物，咁活在當下。而家啲人我哋享受品下酒啦，去旅行啦，嘆下咖啡啦，咁所以突然間都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特別嘅空間俾人去享受一下生活。呢個唔等同係生命。另外一個同生命好相近嘅咧，就係活着。咩叫活着啊？長生不老咧，所以啲人會想繼續活着，去追求長生不老。陳長記就係咁樣，係咪啊？咁都係皇帝都係追求長生不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睇到一啲健康產品嘅廣告咧，係佔廣告嘅前3位嘅，前3名。人為咗活得健康啲、長命啲，所以今日咧好多嘅 keep fit 啦、運動啦，你睇下呢個運動幾咁盛行嘅，一啲嘅所謂24/7係咪啊？即係話一個禮拜7日24小時你都可以做嘅，即係你會可以 keep fit 啦。anytime 咁即係隨時可以做噶啦，舒適寶好濕咗啦嘛，咁咧就你睇下今日淨係一個大圍都已經有幾間大型嘅即係俾人去激做運動我諗目標都係令到人即係去再長壽一啲，繼續活着。人能夠活着，呢個都唔係生命。生命係乜嘢？生命你如果上去 YouTube 咧，你可以揾一個
我都推薦你哋去睇下嘅，叫做與笑匠談生死。係中大嘅醫學院咧邀請咗笑匠係邊個？大家知呵？許冠文嗬。咁咧佢去訪問佢，佢唔係基督徒，不過咧佢都係一個好識去諗嘢嘅人。因為人談生死，佢至少要回答幾個問題。咁呢個咩問題啊？因為生命為何？人點解？從邊度嚟？我哋生活為咗乜？生命為咗乜嘢？我哋要將來要去邊度？從一個笑匠講出一句説話。呢個就正係佢都會去諗一個生命嘅問題。佢話：打死我都唔信咧，人咧就係我哋講嘅唔知係石頭爆出嚟，再早啲啫。係宇宙大爆炸，我哋從一個最細嘅微塵轉變成今日我哋人，叫我打死都唔信。不過好多人佢哋唔會常常去再諗深一層，究竟生命係乜嘢？喺聖經耶穌話：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喺我哋嘅程序會有呢啲嘅經文嘅。耶穌話俾我哋聽，你要揾生命啊嘛。佢話我就係嗰一個生命，都會在我嘅生命也在我嘅。信我嘅人，佢話耶穌嚟使人得嘅生命得更豐盛。我哋要揾呢個生命。耶穌就話：我就係道路、真理、生命。如果唔係藉著我，冇人能到父那裏去。所以要揾到生命，必須返到上帝嘅面前。第二個頭先我話，我哋要諗嘅問題係乜嘢問題？係一個復活嘅問題。我哋相唔相信有復活？相唔相信人會死而復活？我哋好多時候會覺得人死如燈滅。我哋死咗之後咧，一縷輕煙咧，所謂一了百了，煙消雲散。其實係唔係咧？復活有冇復活？至少耶穌有復活。所以你今日可以坐喺度咧，可能都係因為有復活，因為有復活節，有耶穌為我哋死而復活，咁先至有復活節，有聖誕節。我哋諗翻下，我哋信唔信復活都好咧。你今日佢係享受緊復活節嘅假期喎。所以如果我哋佢係用緊復活節，放緊復活節假期，又唔相信復活嘅咧，咁呢個係一個矛盾。耶穌話：復活在我，我就係嗰一個復活。信我嘅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信耶，即係話照呢句説話咁講，你信耶穌就話復活在我，信我啲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即係話耶穌復活咗，將來信佢嘅人都要復活。點解理解呢一句説話咧？我舉一個例子啊。我都喜歡種嘢。尋晚安息禮拜完咗，翻屋企我都係整咗個花架，養我嘅蘭花，所以我都係好中意種嘢。你想象一棵蘋果樹，呢棵蘋果樹
啲蘋果果實未成熟之前咧，可能係綠色嘅蘋果嚟啦，係咪啊？咦，慢慢呢棵樹上邊有一個蘋果，佢由綠色轉咗做紅色，今日我哋食嘅紅蘋果係咪？即係換句話講，呢棵嘅蘋果樹每一個蘋果到最後都會點啊？變成咗紅蘋果啊，得唔得？如果我哋咁去理解呢一句説話，理解呢一個例子嘅時候，咦？照耶穌咁講，今日佢復活咗，佢又應許信佢嘅人，將來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如果係咁，對相信耶穌嘅人嚟講，對跟從耶穌嘅人嚟講，慰勉啊嘛，我安慰家人，安慰弟兄姊妹。今日分離只不過係一個嘅暫別，因為最終我哋會按住應許，我哋信佢嘅人都會喺主裏邊永遠與主同在。所以復活節係帶俾人一個嘅假期，復活佢係神帶俾我哋喺哭泣絕望裏邊嘅人類嘅一個嘅希望。所以嚟到呢度，我唔知道大家相唔相信人係將來會有復活。第三個問題係一個死亡嘅問題，聖經話：凡活着信我嘅，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死就係死，不死就係不死。點解死咗嘅人必永遠不死咧？咁要回答呢一句嘅説話，我諗你可以咁理解，死就係一個肉身身體嘅死，不死就係指到靈魂不死，長遠活着。簡單咁講，就係永生啦。信我嘅人雖然死了，都得到永生。靈魂不死，咦？又帶出咗一個新嘅問題出嚟。靈魂究竟係邊度嚟嘅咧？點解我哋話人為萬物之靈？點解係人有靈魂，其他嘅生物動物有冇靈魂嘅咧？我哋都好想曾經有一啲好愛護動物嘅朋友咧，或者話應該好愛狗嘅一個朋友，佢係信主嘅。佢邀請我，你可唔可以同我哋狗做安息禮拜？不過我好清楚解釋俾佢聽，我可以因為好錫佢，我都好錫呢隻狗，但係我唔能夠話佢將來可以喺天堂，因為咧聖經冇咁樣應許過。因為神造人，神造萬物，佢都係用為到佢做人嘅時候咧，佢特別講喺創世記第2章第7節。佢話耶和華神用地上嘅塵土造人，將生命吹喺佢嘅鼻孔裏邊，佢就成為咗有靈嘅活人。所以靈魂只有人先至有，其他動物都冇靈魂。對信主嘅人嚟講，死亡唔係終結，因為佢嘅生命。喺羅馬書3章3節佢話，因為佢嘅生命將與基督
一同藏喺神嘅裏邊。係㗎，人死咗唔係一了百了，按住聖經講。聖經仲講喺希伯來書嘅9章27節，因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死亡唔係一了百了，死亡仍然要面對審判。其實呢個唔係基督教獨有嘅一個嘅講法，我相信喺其他宗教，佢哋都會覺得人死咗唔係一了百了。最近我醫院探一位嘅朋友，佢話：牧師，我唔怕死嘅，即係我唔怕死，即係只知話人都有得死。不過我係怕死後嗰一個嘅審判咋。咁呢句説話都喺大概1個月之前我聽到嘅啫。係啊。或者我哋都覺得真係覺得人死咗一了百了，但係咪萬一唔係嘅話咧，咁咧對我哋嚟講就係一件好大件事情。第四個問題係一個信嘅問題，凡活着信我嘅必永遠不死嘛。呢一個係一個信嘅問題，一個信仰嘅問題。特別提到耶穌，特別提到凡活着信我嘅先得，即係話死咗之後係冇得信嘅，死咗之後乜嘢都做唔到嘅。除咗呢度提到呢個信嘅問題，喺聖經嘅約翰福音3章16節，因為神愛世人，甚至將佢嘅獨生子賜過俾佢哋，叫一切信佢嘅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呢一節聖經好清楚講咗俾我哋聽，耶穌基督為我哋嘅緣故咧，為着我哋唔至於滅亡，反得永生，能夠活着信佢嘅，所以耶穌就為我哋預備咗呢一個救恩俾我哋，活着信佢，信耶穌，乜嘢叫做信耶穌？簡單啲咁講，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邊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回應翻頭先活着。耶穌話：活着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嘅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信耶穌為我哋釘死，死而復活，以至今日我哋信佢嘅人，我哋會得到呢一個嘅永生。咁呢個就係叫信耶穌啦。當然啦。信耶穌呢度話耶穌為我哋贖罪啊嘛，咁我哋都係要認同我哋自己係有罪，冇辦法自己解救，而要接受耶穌嗰一個救贖，接受佢為我哋釘喺十字架上受死，第3天復活，咁就成全咗呢一個救恩。呢一個係基督教一個好重要嘅道理。活着信我嘅必永遠不死。其實耶穌佢喺呢句説話嘅結尾嗰度都挑戰我哋。我雖然係咁講，你信這話麼？其實你信唔信啊？信本係一件好簡單嘅事情。其實呢一句説話係一個好可圈可點嘅説話。你信唔信耶穌為我哋死而復活？我哋信耶穌為得永生。信唔信主，我哋得唔到永生。呢一個就係一個事實。
廣宏星弟兄，佢其實聽過唔少嘅福音，佢喺生命嘅後期，喺家人嘅引導之下，喺家人嘅講解之下，佢決志歸信咗耶穌，得着呢一個嘅永生。我相信呢個咧係佢嘅家人好清楚知道嘅。當然到最後，佢都喺醫院裏邊受洗，歸入耶穌基督嘅名下。佢當初都有擔心鄺先生嘅信，佢可能佢迷迷糊糊分唔清楚，咁所以決志信耶穌受咗洗啦。但係咧喺家人嘅見證底下，佢講出咗佢係一個真係相信。嗱，有一段嘅佢自己親口嘅説話咧，我睇下我可唔可以放到出嚟？理論上係可以嘅，不過大家聽唔聽到？呢啲係廣告嘅問題。家庭嘅放唔到啊？不如咁啦，我請佢個仔家頭講出呢句説話啊嘛，不如佢個講出先啊。佢咧即係同我講話，家頭知唔知點解我信耶穌啊？因為咧佢發現咧，原來喺唔同嘅地方都可以祈禱求到耶穌，因為佢以往信嘅宗教咧係要去黃大仙廟。要去到唔同嘅寺廟，甚至可能翻屋企先至可以祭祀。但係佢信耶穌，原來可以喺醫院啦，可以禱告啦，可以喺任何嘅情況底下禱告，佢經歷到耶穌嘅實在。唔該晒，牧師。咁樣會我冇加多減少啦。咁樣就廣宏星弟兄，佢好聰明，喺以賽亞書55章第6節，佢都話：當趁耶和華可尋找嘅時候尋找他，相信嘅時候、相近嘅時候去求告他。所以佢喺一個最適當嘅時候去求耶穌。其實喺羅馬書10章第14節呢，聖經咁樣講㗎，佢話：既然如此，人沒有相信近他的，怎能求他呢？調翻轉頭去睇，因為佢求呢個上帝，求主耶穌，佢相信佢，所以佢求佢。咁所以我好相信今日弟兄已經喺父上帝嘅懷裏邊得享呢個安息，家人亦都按住上帝俾我哋嘅應許，能夠等候一個將來嗰個盼望，永遠與主同在。我哋為韓星弟兄咧去感恩、去讚美，因為佢得咗呢份救恩，並且咧佢係好確實嘅去到肯定自己係得咗呢份嘅救恩。神愛世人，甚
神係好愛我哋每一個，而且呢份愛係毫無保留嘅愛。盼望呢，我哋都能夠咧同佢經歷呢一份嘅愛，我哋一同咧去唱一首嘅詩歌《愛是不保留》。接住落嚟咧，都係有致謝嘅時間，我先請呢家人去起立。喺呢度咧，我都謹代表鄺昂星弟兄嘅家人，去到向我哋當中嘅每一位親友、主內嘅弟兄姊妹去獻上感謝。感謝你哋每一位嘅到嚟，你哋每一個嘅慰問，你哋所致送嘅百義、所致送嘅花圈，家人咧都深深嘅去領受，亦都咧去到感謝，願神咧去親自賜福你哋每一位。你哋今日所嚟臨成為家人咧，心裏邊莫大嘅安慰喺度咧，再一次去衷心感謝我哋當中嘅每一位家人。請坐。接住咧都有一啲報告嘅事項。鄺昂星弟兄嘅遺體咧，將會喺4月23號咧有一個安葬嘅儀節。咁如果我哋當中嘅親友，你或者弟兄姊妹你想參與嘅話咧，咁可以同家人去聯絡啦。將會喺4月23號禮拜4嘅時間，咁都可以同如果大家都想送佢最後一程嘅時候，咁可以咧同家人聯絡，直接聯絡，咁以至咧去安排時間地點同通知大家。咁喺陣間安息禮拜一息間完結之後咧，
家人咧都喺大圍嘅新強記啦，預備咗呢一個嘅英雄嘅午宴。咁如果我哋當中嘅親友弟兄姊妹咧都時間許可都可以咧，歡迎大家係一同出席啦，同家人咧可以有彼此分享、彼此慰問嘅時間。咁都會有旅遊巴咧去接送大家落到去咧新強記酒樓嘅。接住落嚟，我哋有祝福，我哋請主禮嘅陳家寶牧師為我哋咧去祝福，請我哋一同起立。我哋一同領受祝福。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今日請各位仍然站立，講嚟賓親友，以下落嚟環節係瞻仰遺容，有請我哋主禮陳家寶牧師帶領各位環繞靈柩一周瞻仰遺容，好次序主禮團隊詩班跟隨。
位親友，鄺宏星弟兄蓋棺禮現在開始，請各位請起立，請全體起立。起立後，亦請低頭靜默。蓋棺禮成，各位請仍然站立。有請主禮陳家寶牧師引領靈柩離開禮堂，有請。呢個位置咧，好啊，啲親友告辭嘅慰問一下先。我下手先同啲親友。咁啊，啲親友大家告辭嘅，如果佢食飯嘅話咧，喺門口大家慰問下先啦嚇。有啲唔去食飯嘅，佢哋家屬會派啲紅利是俾大家。食飯我就喺下邊嚇，食飯嗰個先。有心啦各位嚇，咁樣食飯嚇。有心啦各位嚇，辛苦晒大家，多謝晒你哋嘅。大家都有心啦嚇，辛苦晒大家上嚟，保重保重，係咯。